里无聊在那玩手机，突然想做一点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，手里突然出现了几种不一样的乐器，开启了我们乐团人生的整个距离。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剧情，写下记录着我们每一首的歌词里，旋律中稀巴烂的好像不止别人歌曲，希望我们做的音乐真的让你们觉得Ma-tsa-oo。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剧情，写下记录在我们每一首歌的歌词里，旋律总是巴拉的，好像不